继续来看嘉义中部交流道附近有一间庙寺保安宫，讲要卖，开价1.8万，是引发着地方的讨论。是委托卖庙的中介讲，地主因为保生大地保庇赚大钱，所以出钱来起这间庙。即卖因为健康的问题，希望找人来承接。目前确实是有袂少人来问要买。嘛因为起庙的成本本来就较悬，所以开价1.8万的这个计数算合理。嘉义中部乡伫中部交流道边仔这间保安宫，平常时有万有现象来遮拜拜，是讲民众听到这间庙要卖出去，真着惊。庙在出售？没听过哎，很特别的，很特别。原来庙是可以买卖的。中人伫面册顶悬打出，一地土地地坪大概是1322坪，建坪42.17坪，开价1.8万。这个消息，互真侪民众拢真好奇，是讲有听过要卖厝，都无听过要卖庙，这到底是安怎？他当时身体不是那么好了，他希望能找到一个有缘的人，然后帮他继续承接祭祀。原来这对地主人因为保生大地保庇有趁钱，就出钱起庙宇。地点建伫交流道边仔，交通里边。开破又的介绍嘛，引起着讨论。当时民国88年，地主他买的时候，一坪就买6万块了。加上寺庙他盖的话，至少都差不多要1亿以上的成本。现在以这边的话，全新的话大概要1500上下跑不掉。要看迄个庙的迄个土地跨度安怎有迄个正达性无？然后正达性，人有当时人财团会考虑。不少网友看到这间庙要卖，就招朋友讲，敢有要做伙做庙公。也有人想要知影洋香也有投资的回报率，甚至真正有人来问，正做当地另外一种房地产的话题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